黃奇舉。好，你一開閘上較中間快嘅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啊凌利標區啦，埋邊啊飛躍精英外邊啊，咁啊仲有快馬加鞭啊，最出銀亮奔騰騎上去啦，外邊呢，紅衫走咗4踏啊，就係時間寶啊3、4踏俾人頂㗎啦，咁啊再見到馬林中間仲有超勁火力啊，後邊4匹馬啦，快樂騎兵埋到嚟喎，尾4啊，後邊3匹咁啊分別有歡樂飛區劍無情啊，暫時殿後鼓浪非凡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埋邊啊上較啦，外邊呢就銀亮豪俠啊，咁啊再見到啦，咁啊中間大約跟住個第3位呢，就係呢隻凌利標區啊，橙衫大熱門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第4位有內欄位置飛躍精英啦，中間第5超勁火力，出邊第6快馬加鞭啊，內欄第7大面箍仲有快樂騎兵啊，後啲嘅馬時間寶褪啲喎，後邊3隻歡樂飛區鼓浪非凡褪咗喺包尾劍無情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中檔位置有凌利標區啊，埋邊上交就捱緊㗎，攝入邊追上嚟喎，快樂騎兵嘅勢頭相當好啊，大外檔嗰邊呢，仲有隻時間寶追緊上嚟，響入邊歡樂飛區啊，最後100厘米，快樂騎兵埋邊喘咗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凌利標區就第2，第3名時間寶，第4名係歡樂飛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喘咗喺入邊上嚟，開頭呢就處於一個內欄尾4位置左右啦，快樂騎兵攝入邊追上嚟贏，凌利標區響中間出邊追上嚟係時間寶，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歡樂飛區。係啦，冇錯啦。黃奇舉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算幾齊閘商啊，埋邊福星小子快喎，咁啊等緊人冚啦，中間6-3放咯，呢隻就係大千絕塵啊，外邊紅帽就同有運，中間紫色衫大約跟住個第3位啦，仲有亨企啦，外邊花好月形啦，馬林中間啊，藍衫紅帽呢就起舞飛飛走咗上去第3啊，後邊嗰扎馬啦，內欄第7飛躍成就，出邊紫色衫黃帽笑起起啊，尾3勇威神區啊，後邊2匹馬喵喵怪同埋一隻獨步天下嚟㗎，好啦，咁啊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花好月形啊，好似冇咩馬帶咁喎，跟住喺第2位就大千絕塵啊，起舞飛飛啊第3、第4位呢內欄福星小子啦，中間第5亨企啦，第6位內欄橙衫走咗上嚟飛躍成就，攞咗出去外邊呢有笑起起，後邊4隻勇威神區同有運，尾子呢就喵喵怪埋邊呢就係嗰隻獨步天下，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花好月形走到順晒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有2個馬位啊，大千絕塵響中間，內欄追緊上嚟有飛躍成就啊，外邊勇威神區咧，出邊笑起起大外檔仲有隻喵喵怪，接近終點花好月形仲係佔先啊，埋邊追進嚟都幾勁喎，飛躍成就第2、第3大千絕塵，第4名勇威神區似乎壓住咗隻笑起起啊，咁啊都好近嘅。結果今場賽事好似冇咩馬走咁，而花好月形走走下呢就擺咗喺前面添啊，結果就贏馬沿住內欄追上嚟飛躍成就第2、第3都係擺前嘅，大千絕塵第4名就好近嘅勇威神。第2係12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啊奮鬥輝煌出就快咗喎，大外檔建測群英要走上去啦，灰馬志旺財埋邊紫色衫第4位論文啊，內欄第5粉紅眼罩有江南勇士，第6位黃衫埋到嚟2踏咯，係凡凡有餘嚟㗎，內欄紅衫黃帽第7位有追風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分後邊嗰5匹馬啦，大快步啦，多利神區啦，尾3係試跑得啊，暫時殿下一隊有精算謀略，外邊藍眼罩暫時包尾呢係風雲嚟嘅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建測群英嚟㗎，志旺財就喺外邊跟住佢㗎啦，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有江南勇士啦，奮鬥輝煌啊第4、第5位嘅馬仲有論文啦，內欄第6紅衫黃帽係追風啊，再後邊嗰6匹馬啦，凡凡有餘啦，多利神區啦，尾4位置係大快步啊，後邊3匹馬都冇變過嘅，試跑得精算謀略同埋風雲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都仲係建測群英啊貼欄放嘅，志旺財一路跟㗎啦，第3位有奮鬥輝煌，內欄第4江南勇士，第5位外邊紫色衫論文啊，內欄第6仲有追風，後邊嘅馬啦，凡凡有餘啦，多利神區大快步，尾3精算謀略，尾以灰色衫攞出嚟試跑得包咗落尾㗎嘛，仍然係風雲嚟嘅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建測群英放得好順啊，拋離咗個幾身位㗎啦，志旺財響第2位，外邊有奮鬥輝煌追，頭入邊上嘅馬呢，仲有追風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凡凡有餘啊，最後100厘米，建測群英呢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外邊凡凡有餘一路衝緊上嚟，入邊多利神區最出嗰邊仲有試跑得，接近終點相當接近外邊，凡凡有餘
終點前就上嚟同埋邊嗰隻建測群英就雙到終點要影相嘅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奮鬥輝煌就喺中間，外邊有試跑得，入邊呢有少少挨咗出嚟啊，多利神區頭馬係邊隻呢？外邊泛泛有雨啊，定係埋邊建測群英呢？第3啊，多利神區嘅機會似乎高過奮鬥輝煌喎。大熱係4暫時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，中間辣得金啊，外邊有飛龍在天綠色衫嘅，淺藍衫中間就係遙遙日上啊，咁啊內欄仲有添開心啦，中檔位置藍衫橙帽呢就幸運20啊，枕頭之星外邊都騎埋上去啊，咁外邊呢胡椒軍曹係藍衫嘅，後呢個馬匹啊先有天火同人線路落啊，尾3呢紅眼罩就精益大師喎，後邊2隻英雄豪邁同埋標誌多嚟㗎，過晒呢個600米段處啦，放出嚟跑啦，就係呢隻飛龍在天啊，擠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嘅，外邊幸運20啊，咁啊埋邊位置第3位呢，有辣得金嚟嘅，中檔位置仲有枕頭之星添開心啊，內欄紅眼罩呢，仲有精益大師啊，偷翻入邊上嘅馬呢，仲有遙遙日上啊，外邊追胡椒軍曹大外檔天火同人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前面飛龍在天仲係佔先嘅，添開心就追緊佢，外邊天火同人殺上嚟呢幾步都勁喎，中檔位置仲有隻遙遙日上啊，最後100零米遙遙日上中外檔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添開心啊。飛龍在天第3，外邊呢咁啊仲有隻天火同人同佢影下相咁啦。結果今場賽事遙遙日上，咁啊都唔好話唔驚啊！入彎呢嗰度蹬咗落去，但係直路上面從個馬群中間穿插而上，輕鬆贏馬。咁啊跑第2名係添開心，第3名呢埋邊飛龍在天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就當家精彩喎，擺前啲喎。咁啊，中間有超步速啊，廚神第3位出邊橙帽白衫呢，仲有金風萬里啊。內欄第5工程小子出邊第6啡色衫考眼光馬林，中間呢黃帽黃衫呢，仲有大數據啊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星神千歲響尾5中檔嘅，內欄尾4幸運愉快啊。後邊3匹馬知道穩勝啦，尾二位置就係嗰隻星之源啊。暫時殿後出閘慢咗，係雪家福星嚟嘅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。金風萬里呢就好大步，大隻就壓咗埋嚟放頭啦。跟住喺第2位就廚神啊，霸到內欄第3添啊，就係呢隻當家精彩啊。第4位有超步速啦，內欄第5工程小子啊，中間第6呢就星神千歲慢慢上啲啦。咁啊考眼光啊全程外搭啊，後啲嘅馬幸運愉快啦，星之源呢響尾4啊，響外邊大數據後啲先有雪家福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。金風萬里仲係佔先啊，廚神響外邊兩隻馬中間當家精彩就穿插而上噶啦，外邊追仲係星神千歲啦，出邊呢就星之源啊，最後100零米當家精彩就拋離群區啊，咁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噶啦。幸運愉快沿住個中檔衝過嚟跑第2，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金風萬里，出邊星神千歲，最出仲係隻星之源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當家精彩，當然就係贏咗個頭段啦，霸到一個內欄靚位，直路上面一衝上嚟就贏啦。跑第2名呢，咁啊就係轉咗啲配備，幸運愉快啊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幾齊集雙嘅。外邊進城區仆下就擺咗喺前面先啦，中間就龍船快都擋佢唔到啦。埋邊呢黃衫密密送啦，內欄黃衫藍帽即係仲有標誌星球啊。淺藍衫走咗上嚟第3位咯，客家之光啊，出邊啊手到再來，外邊紫色眼罩風起雲湧啊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內欄尾5啦，咁啊淺藍衫、淺藍帽、妙算奇勝啊。後邊4匹掌聲啦、幸運同行啦、常多少啦，暫時殿後係管之佑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200米段處啦，一馬當先就擺咗前放先啦，就進城區嚟㗎。手到再來就外邊嘅第2位、第3位內欄有龍船快啦，第4位嘅馬淺藍衫呢，就係呢隻客家之光啊。再後邊嘅馬第5紫色眼罩就風起雲湧，內欄第6黃衫藍帽就標誌星球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妙算奇勝啦，密密送外邊啦，黃衫大約尾6到啦。後邊4匹馬掌聲啦，淺藍衫尾3內欄幸運同行啊。後邊2匹馬分別係上多少同埋嗰隻管之佑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8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呢，咁啊仍然係呢隻進城區喎。咁外邊呢，就手到再來呢，就係呢個第2位啊，第3位都冇變過㗎啦。內欄龍船快，外邊第4淺藍衫客家之光，第5風起雲湧，內欄第6標誌星球啊。後邊嘅馬密密送就黃衫，內欄尾5淺藍衫呢，仲有妙算奇勝。後邊4隻幸運同行掌聲攞出去，外邊啊上多少包咗落尾，仲係管之佑入彎啊！前面佔先仲係進
城區，但係外邊客家之光一鼓作氣已經冚上嚟啦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外邊啊風起雲湧啦，出邊追仲有密密送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掌聲啊，最後百零米客家之光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3個身位贏緊呢場賽事㗎，第2名啊嘛咧風起雲湧，外邊追有密密送，最出管之友夜馬嗰匹客家之光，哇一口氣呢匹馬都連贏3場啊！上到嚟4班一樣可以拋甩大勝啊！第2名嘅馬以為係風起雲湧嘅時候，6號密密送追啲，出邊管之友又上緊嚟要影相。好啦，恭喜晒客家之光。1000大熱暫時係10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喎，中間位置人和家興啦，內欄燭光晚餐走埋上去啊，出邊啊聖萬金第4位啦，白帽就路勁埋到欄添啊，第5種啊年年幸運啊，後邊嗰扎馬啦，有藍地球啦、63千里啦、智勝攻略啦，咁啊再後邊大約尾4度咧就平天紅啊，尾3交學費，咁尾二位置咧就川河石區暫時墊下維港激流嚟嘅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啊嘛，外邊位置就聖萬金嚟嘅，埋邊啊燭光晚餐啊，第3位有人和家興啊，年年幸運第4，第5就路勁63千里啊，跟住個第6啊，後邊馬藍地球平天紅啦，再後啲先見到智勝攻略嗰啲馬，最後直路啦，內欄傳上嚟啊，燭光晚餐鬥緊聖萬金啊，呢個時候人和家興沿住個中檔追，外邊上仲喺呢隻年年幸運啊，後多層啊馬，咁啊見到外邊追上嚟有平天紅嗰啲馬，接近終點啦，人和家興埋邊鬥緊出邊年年幸運，2匹馬相當接近，人和就家興啦，外邊年年幸運。2隻馬好近，不過埋邊嗰隻呢係咪高盤啲呢？第3呢，中間川河石區就追咗上嚟啊！出邊仲有一隻㗎，咁啊一路內閃，平天紅呢都衝埋上嚟啊！哇！恭喜晒啦，肉眼睇應該都係1號啊，9歲馬一落班即大熱暫時係11。好，嚟一起步啊！幸運星球搶住出嚟啊！咁啊已經放咗出嚟㗎啦。第2位嘅嘛，外邊藍眼罩就標誌極光啊！內欄第3勇敢巨星，中間上嚟第3仲有成數表啊！出邊啊千杯經典啦，黑衫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，就係武林寶典嚟㗎。內欄位置仲有隻金髮盛世喎，走咗出去嘅，咁啊攝咗入邊上係63嘅太子喎。後啲嘅馬匹啦，有呢隻有愛心得啦，咁啊出邊位置就川河洞區啦，尾以蒸蒸日上暫時電啊渾身解數嚟㗎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放頭嘅馬係幸運星球啊，響佢外邊就標誌極光啦，勇敢巨星係跟住個第3，跟住內欄位置63仲有太子啦，中檔位置係成數表啊，後多場有金髮盛世啦，千杯經典啦，再後一踏先見到內欄蒸蒸日上有愛心得武林寶典褪，大外檔川河洞區包尾入直路渾身解數，最後直路啦，標誌極光響中檔就已經係出咗嚟先㗎啦，外邊追佢嘅馬係勇敢巨星啊，大外檔嗰邊啊仲有川河洞區啊，原欄追上嚟仲有隻太子，最後100米到標誌極光佔先，勇敢巨星幾個箭步已經係冚咗上嚟，出邊位置仲有川河洞區，接近終點勇敢巨星一落班就點啦，咁啊終點前就將標誌極光啊趕過咗，外邊追上嚟川河洞區呢，就似乎跑翻個第3、第4名中檔位置係成數表啊，咁啊結果今場馬勇敢巨星咁啊一落班呢，就精神咯喎。黃記居，好，你一開閘星際快車應聲彈出啊，快過年少多好啊！第3位埋邊呢，仲有風雲武士啦，中間位置就電信巴打，外邊走上去紫色衫黃帽進佔第3位呢，就顏色之王嚟㗎，後邊嗰扎啦，咁啊外邊呢，藍眼罩黃衫呢，就自強不息啦，中間神希麗人啊，咁啊外邊走上去就八進巨星紅衫向尾5喎，後邊4隻得道後王紅日射，尾粉紅衫真心傳奇暫時殿後灰馬係太易穩嚟㗎，好啦，對面直路尾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啊。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年少多好嚟㗎，跟住第2位就星際快車啊，內欄第3啦就係風雲武士啊，顏色之王跟住個第4啦，內欄第5電信巴打，第6自強不息，最後邊有八進巨星神希麗人啊，尾4呢就得道後王，尾3呢就紅日射，後邊一對啊真心傳奇同埋灰馬一隻就太易穩嚟㗎，好啦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年少多好佔先啊，風雲武士呢就率先上嚟啦，咁外邊位置顏色之王亦都追啊，埋邊上咗少少，仲有電信巴打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仲有神希麗人啊，最後百零米風雲武士仲係佔先，顏色之王外邊一路狂追猛打，入邊位置仲有隻神希麗人接近終點，咁啊藍帽嗰匹風雲武士
後備補上，咁啊結果就贏出呢場賽事啊！顏色之王追上嚟第二，晨曦麗人第三，第四名嗰隻呢，似乎係埋邊嗰隻電信巴打，係咪機會高啲呢？結果後備補上真係搞得掂喎！大熱門風雲武士順利贏馬，臨尾啊成為大熱門啊，得大熱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家傳之寶慢咗啊！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咧外邊位置超勝無敵白衫嘅，中間黃龍飛將都上啲啊！外邊紅帽啊爆笑最出藍衫呢，仲有勁進區，內欄第5位呢，仲有粉紅衫嘅呢隻就連冠王啊！橙眼罩第6有暴風之子啊！內欄呢，淺紫色衫仲有99為尊啦，咁啊外邊黑衫戴面箍啊哪吒，後邊4匹馬分別係太太精神我做到啊，尾二灰馬係寶賢得啦，暫時墊後內欄位置紅衫藍帽呢，就家傳之寶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爆笑喎，放翻出嚟跑啊！跟住第2位外邊有勁進區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就黃龍飛將啦，第4位白衫白帽啊，就係呢隻超勝無敵啊，跟住個第4啊，第5呢內欄粉紅衫有連冠王啊，咁啊第6位黃衫黃帽呢就係呢隻暴風之子啊，全部都一 pair pair 嘅喎，後邊嗰6匹馬99為尊啦，哪吒啦，出邊寶賢得走喎，響個尾4啊，尾3外邊我做到啊，尾二63內欄太太精神啦，響後邊係家傳之寶嚟㗎，咁啊睇個步速唔快喎，前面爆笑好鬆容咁放啊，寶賢得外邊已經走咗上嚟啦，勁進區響第3位、第4位嘅馬，出邊呢就係呢隻超勝無敵啊，擁埋嗰隻呢就我做到出去啊，後多層啊馬，出邊追就暴風之子啊，連冠王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，外邊我做到一鼓作氣冚咗上嚟啊，中間有超勝無敵啊，外邊有連冠王追啦，入邊寶賢得啦，馬林中間追仲有太太精神啊，入邊呢就勁進區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我做到啊，外邊追上嚟就係呢隻連冠王，接近終點我做到，似乎就啱啱頂到啦，外邊追上嚟都好勁啊，嗰隻就粉紅衫嘅連冠王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太太精神，第4名係近嘅99為尊啦，超勝無敵啦，入邊仲有呢隻係黃龍飛將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我做到終點前。